顾骨头就爱啉牛奶，顾头脑你就找冠生。大家平安，我是冠生。你敢知影文昌帝君代理人礼拜就要来出海信，直直报甲大家见面。而且这位代理人毋但缘投好斗阵，熬画图阁有知识，互济学生感受痛苦的英语，一颠倒讲甲写叫。今仔日咱就来学一寡甲出海信有关系的英语。Stream 原底是溪流的意思，不过伫讲 VTuber 的时阵，就是讲直播。Stream 会使当做名词，嘛会使当做动词。做名词的时阵，比如讲冠生的直播足趣味，咱会使讲冠生 Stream is very interesting。那做动词，比如讲冠生礼拜要来直播，咱就会使讲冠生 is streaming this Sunday。Debut stream 是出海信的意思。Debut 是头一摆登台，头一摆登台的直播，就叫做 Debut stream， 应该真合理。要注意哦 ，Debut 是读做 Debut， 因为这是一个为法语招来的词，所以甲其他大部分英语词的发音规则较无同。Chat 直接翻是开讲的意思。YouTube 直播的 chat 是开讲式的意思哦。直播进行的时阵，观众朋友会当伫 chat 遐开讲。有时直播的人在叫观众的时阵，嘛直接叫因 chat。可比讲 ，Hey chat。刷来，咱来介绍一寡常看到的节目 ：Karaoke Stream。Karaoke 就是咱讲的卡拉 OK， 原底日语是读做卡拉 OK， 其实日语我袂晓，不过英语人看到罗马字直接读出来就是 Karaoke。唱卡拉 OK 的直播就是咱讲的歌会啦。有时为着对版权的顾虑，歌会袂流动，无流动伫英语叫做 unarchived。archive 就是保留档案的意思。加一个 on， 互意思倒变，就变做无流动啊。所以无流动的歌会，咱英语会当讲 unarchived karaoke stream。unarchived karaoke stream。chatting stream。chat 是开讲，头拄仔有讲过。chatting stream 就是开讲的直播，安尼基本上就是杂谈的意思。Game stream 是游戏的意思，安尼 game stream 当然就是游戏直播。今仔日教大家真济甲看直播有关系的英语，经甲这个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看直播的朋友，嘛要记得订阅，后摆有新影片才会连面收到通知哦。10月16暗时8點 ，Make sure to watch my debut stream。爱记得来看我的出海信啊！我真正足期待甲信众朋友见面，嘛真欢迎恁时到来甲我开讲。好啊，我要来准备礼拜直播啊！我是冠生，咱礼拜再会。